台北嘅燈籠滷味勁出名啦，點知俾我喺呢度見到佢喎，幻覺嚟嘅啫。其實佢叫牛下燈籠滷味。呢一度嘅店主阿的本身係做開日本菜，為咗開呢一間滷味店，足足研究咗3-4個月去整滷味。呢一度用自助形式，自己夾餸，最低消費30蚊，都有好多款式㗎。滷味滷得幾入味，甜甜地。蜂巢豆腐口感好得意，成兜有菜有麵，仲有豬手，好飽肚㗎。隔離仲有得買珍珠奶茶飲，有鹽酥雞食，口渴啦，即刻叫哥哥仔沖返杯過我嘆先。咦？呢位哥仔咁似坤哥嘅，莫非坤哥秘撈沖奶茶？都係人有相似嘅啫。坤哥呢一期咁紅，拎嚟做生招牌都唔錯喎。